严明的嘞，风凉子咋子一年就挖脱子。现在修车去买新袜子，这副帽子还差价噻。哎呀，那当然是必然的特价。哎，你看看我这双鞋还能不能修啊？非常多块的了换一下多少钱，3块钱。那个谁叫新3年旧3年，缝缝补补也是3年。买新袜子预算100块，眼镜只一件，97块省脱。西装是烂了干单子，至少真是几十万烂了干，还用不到修得一张鱼丸。谁偷的工厂石英，距离不是粉笔。来半斤5香鲜肉，1/4只海薯蚵，3块5香排骨。哎呦，那还已经用啊，饼子姐，加上中餐就要宰了哇！这难得不得了，高考欢喜吃啥嘛，你做啥嘛？那个当我做自媒体一样，粉丝欢喜听啥我就讲啥，粉丝欢喜看啥我就拍啥。来10只肉个饼，一双新袜子同的臭脱。哎哟，近来哪想得穿得啦？不问得讲，听说也搞亚来竞争。问题是企业退休工人，华千是国发级事业单位一个领队，少个代理，吃皇粮的人，退休高于生活水平不能下降。至于其他人，其他活该。谁让我退休工资3600，搞来搞去，三郎半带体行，上次三万病癌癌，上次动脉病等死。想想以前眼里缩落落，想想将来2眼没出黑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活在当下。现在就去吃包瓜。小红书